好，来继续来看咱台湾的牛仔食，最近嘛出现着头一个牛结节疹的这个传染病。苗栗以北的饲牛仔场已经替牛仔食来做完这个预防射，为着要确实来防堵这个疫情，唔那甲一般的牛仔食注射尔，嘛来找找着283只野放的水牛，用分钱的方式来甲因注射。也毋过，这个过程真艰难哦，讲甚至都要冒着性命危险。若讲到这种牛结节疹的病症，是这个牛甲牛之间的传染病。这个病袂危害人，嘛袂危害到食品的安全，所以会当安心来食牛肉、肉干甲鲜奶相关的这个产品。野牛的眼神看起来真歹，防疫人员搁伫咧丢毒，唔知影讲要甲做，边的人嘛拢看甲真着急。连续吹了啦，没关系啊，吹了啦。社畜员紧选，就惊掠着别只牛，互弄着伤，牛过眼紧，这个工课真正足危险的。防疫人员找好时间替野牛做疫苗，就是惊疫情会传出去。若为着要找到这野牛，佮用空气机伫咧溪仔边吹，才总算甲283只野牛做好疫苗。兽医师深入树林的芒草间，这些牛群多在河床、树林里面出没。为了去打这个疫苗，然后我们爬了4、5个小时的登山，然后走还不能走人走的那个坡道，必须沿着牛粪循着牛的足迹去找这个牛群。因为放养的水牛，然后长期没有跟人接触，它野性很大，所以当我们在疏导过程当中，甚至有些野牛，它是一整群要攻击我们。牛做过疫苗会继续甲因追踪。台湾农业会买18万剂牛结节疹疫苗，卖伫咧苗栗以南扩大来做，全面防止疫情，保护台湾有140亿产业价值的牛肉市场。